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这个时刻主要是我们要与他相遇的时刻。阿门。圣经上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要在他的圣所赞美他。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他的大能就要彰显在我们当中。阿们吗？阿门。阿们，就是他的大能就要运行在我们这里。如果你也期待的，我们一起先给神一个热烈的掌声。阿门，哈利路亚。是吧？这个就是你在的时刻，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开始之前呢，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0章7到10节。我们数到3，一起来宣告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了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利路亚！主耶稣说，他就是神的门，我们就是他的羊群。主耶稣邀请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进到他的门里面。我们的敬拜是对着他唱的，我们的祷告是对着他诉说的，因为在他的里面有真实的平安，在他的里面有他要对我们所放下的话语跟祝福。他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是要得着生命的，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等一下要再一起来读一次这段经文，然后读完经文之后呢，我们要来祷告，向神来祷告说，求主在敬拜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是要对我们所说的，他要对我们所放下的话语的，都在敬拜里面让我们能够得着，使我们的心能够与他相遇。好，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这段经文。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一起开口来向神来祷告，求主在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感谢你，今天的敬拜、今天的赞美跟今天的礼拜不是一个例行的方式，而是主，我们要真实的，我们来这边有很多的邀请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向神来诉说，我们要单单仰望在你手里，主啊，我们要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我们将我们的敬拜交托在你手里，主啊，我们要把开启我们的口，开启我们的心，让你能够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圣灵要与对同在，要让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这个敬拜交托在你手中，我们不再是为人而敬拜，我们是为主来敬拜，请你开启我们的口，开启我们的肢体，开启我们的心，主啊，你要进去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呼求，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一起用掌声将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这个荣耀是归给你的，我们要掌声将荣耀归给耶稣。我们更多人拍掌。我们要为基督赢得这城市。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来为主修直他的道路，迎接他的到来。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有羔羊的神。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训练。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
除了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他之外呢，我们可以用跳舞来赞美他。我们一起跟着敬拜团一起来唱，一起来跳。好，一起来为基督，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耀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耀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神。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再一次，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我们从头，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耀主荣耀的城市，罪恶都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耀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神。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各位，跟着来开场。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杀于羔羊的神。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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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掌声的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掌声归给耶稣，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心平静下来。你有多久没跟神说我爱你了吗？你跟神的关系多近呢？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把这个耳熟能详的诗歌大大的来唱给他听。这是你跟他的时间，这是你跟他的亲近的时刻。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唱。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更有信心唱给他听。我生命中
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深深我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主，我们要全心全意爱你，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主啊，我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再次是我们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的，主啊，你如此的爱我们，就像当初你爱我们一样。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把我们的敬拜要献给你，主啊，你要开启我们的口，开启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天赋，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再一起大大的来开口，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主，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还是有信心的唱，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大大的开口，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今天我们来跟我们的神说，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是的，主，我们需要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欢迎你。我需要你，
圣灵如流雨降临。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一个安静的时间，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恳求你的圣灵充满临到我们的当中，也恳求你的话，你的灵再次更新我们，让我们身上的重担能够卸下，让我们身上的捆绑能够得到释放，让我们的忧伤能够成为喜乐，让我们的软弱也成为刚强。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拣选我们，医治我们，拯救我们。我们要用全心全人全意来爱你，来敬拜你。愿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是一颗真诚的心，单单爱你的心，深深爱你的心。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孩子们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那今天要从11章的45节来看到52节。好，那我们一起来按着荧幕上面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宝贵的话语，请。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有多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地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也要将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阿们。好，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系列的讲座呢，我们看过了4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呢是使水变为酒，第二个神迹呢是全家信主医好大臣的儿子，第3个神迹呢是让一个瘫痪38年的人能够起来工作，工作无缺。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第4个神迹，就是呢生活的目标。那这生活的目标呢，就像马斯洛所说的，我们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神说要给我们吃，也是一个福音的预工，能够带领人来归主。而进一步呢，是我们安全的需求，就是我们要来有一个存到永生的食物。那这永生的食物呢，就是认识真理，并且接受属灵的装备。第3个需求呢，是我们需要有社会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仰的群体，同信同归于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一个信仰告白和教会的生活。而在上一层呢，是一个尊重的需求，就是我们要到主这里来，要来敬拜他，要来尊重他，所以是一个跟随耶稣学像基督。最后呢，是一个自我实现，是我们人生的最高的巅峰，就是要常在耶稣的里面，耶稣就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真实活出耶稣的生命。所以这5件事情呢，也是5个饼2条鱼，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超越巅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满足，你不会因为只有一个吃到5个饼2个鱼就觉得我信耶稣这样就够了，你会想要再能够得到更多，想要再更进一步，再更深。这是在上一礼拜也是约翰福音所安排的第4个神迹，5饼2鱼的神迹。而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第5个神迹就是信心，我们的信心要如何的来突破？我相信这段故事呢，刚才我们读的是在第11章，但是这段故事呢，第5个神迹是记载在第6章，也就是5饼2鱼这个事件刚刚结束的当晚，
好，我来念给大家听。好，只有短短的，有小朋友来参加我的礼拜，好开心啊！短短的6节啊，好，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16节，到了晚上，耶稣的门徒下到海边，上了船，要过往海往迦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浪翻腾。门徒摇橹，摇橹就是划船摇桨，行了10里多，10里多呢，大概就是只有5-6公里，5-6公里，在海上要划5-6公里，很辛苦。但是呢，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耶稣靠近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最后一节，门徒就欣然接耶稣上船。船就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在5饼2鱼后马上发生的神迹，第5个神迹就是在海上行走。在海上行走呢，代表什么呢？代表这像是我们的人生，人生呢都会有遇到风浪的时候，而这风浪的时候呢，什么是你人生的风浪呢？人生的风浪有很多种。但是我们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想要寻求的答案，就是耶稣你在哪里？就好像这一群的门徒，刚刚几个小时前，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分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个男人，上万的人，哇，大家吃得很饱，这个是他们在古代的 buffet， 还剩下12篮。可是呢，现在呢，他们居然瞬时之间，一切呢好像都快要结束了，而且呢，他们非常的担忧。但是呢，什么是我们信心的突破呢？好，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3点，好，怎么样从耶稣的第5个神迹来学习我们的信心突破呢？第一点呢，就是要认清恐惧的真相，请大家说一次，认清恐惧的真相。信心的杀手呢，就是恐惧。你会没有失去信心，不是你不相信。通常呢，我们会相信，但是我们还是会失去信心，因为我们有什么惧？恐惧。恐惧呢，英文就是害怕。所以，什么是你人生当中的恐惧呢？就是你人生当中的黑夜，还有风浪呢？这个我请这个 AI 呢，它来画一个图，就是呢，把这个耶稣在海上行走，然后呢，把这些你可能会遇到人生的风浪。有的是遇到经济，在经济上面，哇，好像呢，快要沉下去了，大风大浪来的；有的是遇到健康亮红灯，好像快要沉没了，这个宣布他的健康被夺去，被疾病夺去了；有的是呢是在职场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受到排挤；有的是在情感上面触礁。这个 AI 好像不太会打字，他的字呢，我也看不懂。但是我打的是正确的，不管如何呢，这好像就是我们在海面上大风大浪，你好像在摇橹，在划桨，然后划这艘船，靠自己的努力5-6公里，有没有去划过船？我划过，那个划5-6公里真的手会很酸哦，很酸。你要划5-6公里，有的现在我们都很多是用脚踩的，那现在很多是直接坐在船上面，可以真的在海面上面。5-6公里，然后这个风呢是逆风，而且呢不是顺风。然后那个海面上呢，虽然他们是在加利利湖，但是那湖很大，所以呢有时候呢那个气象呢，那个气压改变，那个风浪呢，就让这个湖呢瞬间像海一样。恐惧呢是信心的恶性肿瘤啊！我们说一次，恐惧是信心的恶性肿瘤。这个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癌症，有很多的恶性肿瘤。这些恶性肿瘤呢，就好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风浪当中，这不是去打个针、吃个药，这个恶性肿瘤、癌症呢，它就会消失。我们看到呢，在约翰福音当中，这些的神迹当中，都跟恐惧有关。第一个神迹没有酒，他们害怕酒用尽了，酒用尽了，这个婚宴就泡汤了。第2个神迹，大臣的儿子他害怕他的儿子快要死了，他的儿子若死了，他的政治生命就算再成功，但是呢，没有人能够继承他家中的命脉。第3个呢，我们看见这个在毕士大池旁边的这个瘸子瘫痪，他的恐惧呢，就是他已经38年不能够行走了，
他也恐惧他的一生就会继续躺在那个池子旁边，因为每次这个池水搅动的时候呢，都有人比他更快更早下去。而呢，在5饼2鱼的神迹呢，他们害怕什么？他们害怕呢，下一餐就要吃土了。好，今天呢有5个饼2条鱼可以吃，可是下一餐呢没有东西可以吃，他们会害怕。而今天呢，我们看到第5个神迹，他们害怕他们的人生触礁，在风浪当中遇撞上的石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危机、什么样的问题，可是呢，他们人生可能害怕会沉没。但是耶稣把这些的恐惧变成了神迹，所以这5个恐惧变成5个神迹，没有久，但是耶稣在，让他们的婚姻不仅得到祝福，而且还可以2人同心。这个大臣他以为他要失去他的儿子，可是没有想到呢，上帝给他的礼物是什么？让他全家都信主了。然后这个毕士大池旁边38年不能工作的瘫痪瘸子，他以为他一辈子就在这个池子旁边，结果没有想到神要叫他起来，拿起他的褥子走吧，他就可以行走，他就可以开始恢复正常的工作。而这个5饼2鱼的神迹，他们以为他们失去了下一餐，失去了耶稣，没有这个神迹可以再吃的，免费的buffet的时候，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要吃的是那个天上的粮，要追求的是那个不会朽坏、不会腐坏的食物。而今天第5个神迹，当我们害怕我们的人生触礁沉船，但是耶稣要让危机变为转机，变为神迹，就是要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突破。所以恐惧是信心的恶性肿瘤。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恐惧呢？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恶性肿瘤除去呢？好，现在我们会用开刀，好，我们会用这个癌症的药物，好，还有呢加上祷告，还有加上饮食，加上生活的作息，用很多各样的方式，好像我的岳父呢，他也是跟癌症共处了将近9年的时间啊。这9年呢，好，真的也开刀，也吃药，好，然后呢，也改变他的饮食，也祷告，好，但是感谢主，哇，9年的时间，好，那今天早上呢，好，我听见另外一个跟我岳父一样的，也是肺腺癌，好，是一个牧师娘，好，以前在台中磐石教会，在今天一大早，好，他也蒙主恩召，好，他也是肺腺癌，好，大概3年，好，不到3年的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呢，好，他也要用药。用药呢，他的第1次用药他就有很大的排斥，因为年纪比较大，哇，所以整个舌头呢都干掉，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用药，所以最后他就凭信心祷告，这样子1年多他都没有靠药，但是呢，还是上帝把他接去了，因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的人生不希望遇到癌症，但是呢，当有这些的恐惧在的时候，就是一个吞吃我们的生命，所以一定要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啊。这是神透过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怎么样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呢？就是耶稣的话。耶稣的话是恐惧毒瘤的标靶药，请大家说一次，耶稣的话是恐惧毒瘤的标靶药。你要把心中的恐惧除去，你没有办法用开刀，用吃药，然后呢用各样的方式，你只能够让神的话住在你的里面。就好像耶稣是那5个饼2条鱼，让我们吃了，把他的话吃进去，让我们里面就吃了一个什么丸？定心丸。所以这个定心丸呢，就是今天这一段短短的故事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耶稣的话。那么有了耶稣的话呢，就能够像诗篇23篇第4节所说的：我虽然怎么样，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为什么你知道耶稣与你同在？不是因为你有受洗，不是因为你身上有挂一个十字架，也不是因为你是某某长老的孩子，你是某某牧师的孙子，然后耶稣就与你同在。因为有耶稣的话，耶稣的道在你的里面。然后最后一节呢，你的杖还有呢你的肝都怎么样？耶稣用什么杖用什么肝来安慰你？就是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来操练写灵修笔记？就是要把我们心中的什么惧除去？恐惧。所以要邀请大家借我20秒，我们闭上眼睛20秒，然后呢，我们来思想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恐惧，
接下来的15秒，我要邀请你思想神的话。耶稣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耶稣说：“我要与你同在。”耶稣说：“我的杖，我的竿要来安慰你，要来帮助你。”求主耶稣把你心中的恐惧，借着他的话，能够胜过这个恐惧，直到永远。阿们。恐惧是我们信心的癌细胞，恶性肿瘤。如果你让你的恐惧在你的心中住一天，你呢，它就会发酵，会影响其他好的细胞。问题是，你会让恐惧在你里面住几天？不止一天。有的是怕考试考不好，有的是怕自己工作做不好，有的是怕自己的表现不佳，有的怕自己的长相不够优，有的怕自己的身材走样，有的怕自己呢赚钱赚钱赚的没有人家多，有的怕下个礼拜一呢台湾的这个股票呢又要怎么样发高烧听说呢有人预测呢下礼拜要跌1000点但是呢每一个人但是有的人会说跌越多呢你就越要有信心都要在考验我们信心的功课。但是呢，唯有耶稣的话才能够克服恐惧的毒瘤。阿们。第二个，我们要行在水面上，有那个突破的信心。我们除了要有耶稣的话，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能够宣告，在海上行走的宣告。我们一起说一次，在海上行走的宣告，在海上行走的宣告。在海面上，他们呢已经划船、摇橹、摇桨，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可是呢，改变他们这么辛苦，只有一个人用一句话，就这个人的一句话呢，让他们辛苦了好几个小时，摇橹不顺，可是瞬间呢，他们就变成欣然欢喜，高兴起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工作非常辛苦，或是压力非常大，可是呢，那个啪这样子。弹指之间0.5秒的时间，这个辛苦呢，突然就变成喜乐，这就是神迹而这个神迹呢，就是耶稣的宣告，叫做“是我，不要怕”。请大家说一次：“是我，不要怕。”是我呢，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很普通。你是谁？我就是我，我是陈柏志，我是陈牧师。可是呢，这是人在介绍自己。可是耶稣在介绍是我，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呢，跟人在介绍自己是不一样的。耶稣在说是我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带着 power， 是一个带着力量，是一个带着权柄的宣告。这就是约翰福音记载的7个我是。约翰福音当中呢，记载7句话，耶稣呢启示他自己。第一句话呢，在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说什么？我是天上的粮。这个我是呢，是耶稣他所启示的，我就是，然后呢，天上的粮。在约翰福音第8章，耶稣说什么呢？我是世上的光。我们等一下读那个我是的时候，你要把重音放在我是。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然后第10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第11章，耶稣说我是复活生命。第14章，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7句话，耶稣每个都是 I am。但是呢，它的希腊文的意思是我是，我就是，所以这是一个神在介绍他自己。不过呢，如果我们是戴人的眼镜，用人的眼光呢，你会觉得，耶稣自我介绍，我是天上的粮，我是世上的光，跟我们在介绍我们自己一样好的 level。可是当你知道，这对当时的人来讲，这是神在开口，神在说话，后面那些黑色的字都不用出现，都没有关系。黑色的字呢是为了人，但是红色的字呢是神自我启示，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最早出现呢是在摩西，他去了这个山上，然后看见荆棘被火焚烧，然后摩西就说：“主啊，你是谁？
神就在荆棘里面说：“我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个我就是我。”所以这是神对人的启示。可是呢，这7句的启示呢，刚好呢可以让我们对照耶稣所说的天上的粮，就是让我们能够饱尝那5饼2鱼的神迹，不再饿，也不再渴。世上的光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张开，不在黑暗里走。耶稣说他是羊的门，代表他要来成全这个律法，我们不用再活在那个被框起来的石头缝当中。而呢，好牧人，耶稣说他就是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用他的肉，用他的血，让我们得着他的生命。耶稣说我就是复活生命的时候呢，他还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会死。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读到的，他就是生命，我们不是死，是睡了。我觉得这个耶稣的启示呢，非常的伟大，非常伟大。很多人不能明白这个启示的时候呢，他会觉得亲人的过世，还有这个亲人的离开呢，非常的害怕。可是呢，这个是上个礼拜，我在参加岳父的告别式的时候呢，可以发现全家人大大小小大家都非常的平安，没有担心。为什么呢？因为都相信他呢，阿公呢只不过是睡了，他是安息主怀，因为他很累了，他在这个癌症呢拼了9年的时间，他真的需要休息的。我们也觉得真的感谢主耶稣让他可以休息，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觉得他是死了永远不见，而是他是睡了。所以耶稣说他就是复活，是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他的人永远不死，不过是睡了。而耶稣又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我是那一条路，那一条路呢，如果你没有找到，你就没有办法通往永生去。最后耶稣说他就是葡萄树，真的葡萄树。葡萄树很会长果实，但是真的葡萄树所长出的真葡萄，就是耶稣的生命，要 copy 再 copy， 要 multiple， 要不断的复制，要不断的倍增，要不断的增长。这就是耶稣他7个启示。所以我们再来念一次，把红色的加重。第一个，我是天上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当你呢听了牧师今天这样讲完之后呢，以后你再读这7句话，你会知道重点不是后面，重点是前面。其实对神来讲，他只要讲我是，后面讲什么都不重要。但是这7句话呢，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从7个方向，耶稣用7种的形容，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哇，原来他要喂饱我们，还有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得自由，还有他把我们带到这条永生的路，而且在这条路上我们是可以多结果子。那我就请了 AI 说，你可以帮我画一张画，把这7句话通通画在同一张图里面呢。这个 AI 呢，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它就画出来了7个我是。所以来找找看，第一个我是天上的粮在哪里？就是左边这个棉花球，好像这个玛纳掉下来。第二个我是世上的光，很清楚了，就是在这个正中间。第3个我是羊的什么？门，有没有看到门？第4个我是什么人？好牧人，就在正中间最大的那一个，我是好牧人。第5个我是什么？复活生命，所以在哪里？在右边，耶稣从洞穴里面出来，他就是复活，是生命。第6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找到？有一条路，道路真理生命，通往这个世上的光，永恒的光。最后是什么树？真葡萄树，就在右下角。所以透过这张图呢，就可以知道这7个我是呢，这个 AI 呢，它只有在20秒的时间就把它画完了。所以如果我们是学美工的，真的都不用混了，就都被 AI 给干掉了。但是呢，耶稣说我是，这7个呢，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这7个，在约翰福音18章，耶稣呢这一次只讲了我是，只讲了我是，后面没有接什么。这一段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8章，就是耶稣被出卖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一群人带着这些的圣殿的警卫，带了一队的士兵，然后有祭司长该亚法、法利赛人，他们拿着灯笼，拿着火把，然后呢要来捉耶稣啊。所以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就有门徒问说：“你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啊。”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就这样，我就是。结果讲完这句话呢，耶稣一对他们说：“我就是。”第8节、第6节，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耶稣只有讲“我就是”，这个希腊文叫做 ego eimi。大家说一次 ego eimi， 再说一次 ego eimi。所以这前面那7个我是都是 ego eimi ego eimi。第8个在第18章，耶稣没有再用后面的其他的形容词，我的家，我就是我啦，就是我就是。结果呢，所有要抓他的人呢，被他的这句话呢震到往后跌，往后退。你要怎么样在海面上行走？你要怎么样能够用耶稣的话来胜过风浪，胜过黑夜？其实就是要把耶稣的话吃进去，让耶稣的话可以从你的里面出来，宣告耶稣与我同在，我就是。当耶稣说出来我就是的时候呢，你可能害怕考试失败，考试他就会怎样？他就会跌倒后退，他就会怕你。你可能害怕的是感情的触礁，可是当耶稣说我就是 ego eimi， 这个害怕伤心呢，他就跌倒后退。你可能害怕是工作上的，或是害怕是财务上的，或是呢在人际关系，或是健康，或是在死亡，有各种的害怕。可是你不需要任何的话，你只需要耶稣这句话，我就是，我就是 ego eimi 的时候，这一些的风浪，这一些的害怕，一个一个的，圣经说他们都要转身退后，还要逃跑。所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打你，但是他们要从7条路逃跑回去，就是鸟兽散。这是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所看到的。当我们看见神这样子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海面上、水面上，我们就能够行走。所以这些划船划了半天，然后呢，已经白天他们已经服侍了，从一大早又到下午，然后呢又赶场又加场，到最后天都黑了。耶稣弄个5个饼2条鱼，大家虽然吃得很饱，可是都没有睡觉，很累，大家还在划船。可是呢，当他们看到耶稣在黑夜中、风浪中走在水面上走过来的时候呢，比他们更大的、更辛苦，就是每个人惊吓。可是耶稣讲出“我就是”的时候，他们听见了好牧人的声音。他们一听到声音，看不清楚那个人是谁，可是听得清楚这是耶稣的声音。顿时之间，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疲倦、他们的害怕、软弱，通通都不见了。然后每个人就精神抖擞，哇，好像吃了这个什么大力丸的药，然后呢，每个瞬间呢，就精神饱满，就把耶稣接上船。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要能够遇到人生的风浪，你需要听正确的声音。那个我就是，当耶稣在启示他自己，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世上的光。你分得出来哪个是耶稣，哪个不是耶稣？当你分得出来，你的害怕它就会转身逃跑，这些恐惧、这些恶性肿瘤就会消失不见。最后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一接耶稣上船之后，因为这个湖呢很大，他们只有划5-6公里，只有1/3，他们要继续再划，还要划12公里，还要再划，还有2倍的路程。可是当他们一接耶稣上船，
圣经说，他们就迅速到达对岸，就迅速到达目的地。所以你要怎么样突破你的信心？你要看见，你怎么能够快速的从这些黑夜、从这些风浪当中出去呢？迅速抵达的关键就是下面，欣然邀请耶稣上船。好，请大家说一次，欣然邀请耶稣上船。如果你还在前面的恐惧，你根本不敢邀请他，你以为是看到鬼，哇，怎么在半夜呢？有一个鬼魂，有一个 ghost 来了，你根本就不敢靠近他。可是如果你有听耶稣的话，你有好好的读圣经，当你在危机当中，突然圣灵把一句话带给你的时候，哎呀，你就知道神派天使要来帮助我了。当你在这个很困难、很挫折，有时候呢很危险，你有没有在高速公路爆胎过，或是在高速公路抛锚过？我曾经有遇过，那也是非常危险。还是在苏花公路，台风刚走，我们在苏花公路晚上遇到落石，然后呢，前1秒钟，落石打到我的挡风玻璃，啪，就裂开，不到10秒，突然又往前开，哐，车子呢去压到一个石头，然后想说啊，压过去没事，然后开了10分钟之后，看到那个灯怎样亮了，里面那个油呢，机油的灯都油都漏了，赶快下车一看，哇，下面都漏了。可是呢，这里是什么路？苏花公路，而且呢还是晚上，你还要开到最近的市区呢，要到车程呢还有一段路，所以呢，哇，很紧张。那时候允琪还很小，允杰才刚出生，才几个月，允田呢根本还没有这个人，然后呢，我说拼命祷告，然后呢，而且呢是开到熄火。车子熄火，然后就在苏花公路熄火，所以就心中祷告主啊救我，然后呢就相信说上帝一定会救我们，然后再凭信心发动，一发动，车子真的动了，然后马上踩油门一路冲，然后冲到第一个这个保养厂，就很奇妙，当那个保养厂呢，它居然日光灯还亮着，人家都下班，那时候都9点多，它灯还亮着。然后亮着的时候呢，就赶快开去给他，他就说他可以处理，但是要9000块。我说没关系，这个车子可以修好比较重要，所以他就真的连夜，大概1个小时，他用焊接的就把那个下面的漏油修好了。虽然花了9000块，可是那台车呢，后来又开了10几年，那个地方都没有坏过，都没有坏过。去年我们在1919环岛的时候呢，就住的饭店，刚好就在这个修车厂的正对面，就住在他的对面。又想起这个事件，想起说，哇，本来呢我们可能要全家，一家4口，要在台风夜过后的晚上，在苏花公路等待救援。但是呢，耶稣就救我们快速的抵达，所以那天我们真的就平安的到了花莲的饭店，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然后隔天呢，再去修挡风玻璃。那因为牧师的同学，他在花莲开音乐教室，然后呢，他的其中一个学生是 Toyota 花莲厂的厂长，所以呢，他就说，我带我们的车去修，说，你可以修车，而且呢，我们可以提供一台代步车给你，他就可以有一台新的车，让我们去代步，我们就花了1天的时间，在花莲玩，然后只有花1点的钱，就把那个挡风玻璃修好。有时候在你非常害怕的时候，你会想说：完了，我死定了，我可能人生真的会 all lucky 啊。可是当你有信心来的时候，相信神会救你，相信神会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回想这个事情，会觉得说：哇，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感恩、非常蒙福的事情，因为你并没有真的非常的危险。虽然10秒钟而言，第1秒是玻璃破掉，第10秒是石头从下面压到一个石头，但是根本就看不到，因为它没有路灯啊，你不晓得，而且那个压过去，把那个机油箱都弄破掉了。在惧怕当中的时候呢，其实你要先第一个想到要邀请神 ，ego e me， 耶稣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你就会让喜乐胜过害怕。有的人害怕是会一层再一层再一层，他就会越怎么样，越恐慌。你有没有遇过恐慌症的人？有没有遇过？
啊，这个敏媛应该遇过很多恐慌症的人，他会怎样？啊，他可能会咬指甲，好，他可能会不断的洗手，好，然后呢，他可能一天要洗50次、100次的手，然后他觉得他的手还是怎样，很脏，啊，强迫症，啊，恐慌症的人呢，啊，他可能会觉得任何东西都不能够碰，好，也不能够去，好，他会很害怕，好，他可能连听到电话响，他都会压力很大，他可能有人按电铃，好，他都觉得怎样？哦，连睡觉，好，呼吸的声音。我在美国呢，有个会友呢，他有恐慌，所以他说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听到那个呼吸的声音呢，都很大声，好，就是一点点的声音对他来讲都怎样，很大声。当你越害怕的时候，它会放大再放大。所以当你第一时间感受到你在害怕的时候，你要邀请耶稣。圣经当中，好，新约好有3个人，他们呢，都原来很害怕，可是呢，瞬时之间变得大喜乐。第一个就在路加福音第2章，这群牧羊人突然看见有天上好有这个天使天君高唱荣耀归于至高的神，他们本来吓死了。可是当这天使开始说出神的话的时候呢，在地上平安归于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瞬时之间，他们听见了 ego eimi 神的话。哇，他们就高兴欢喜，然后呢，在寒冷的夜晚就跑去好村里面传福音去报佳音了。另外呢，好也是在夜间，使徒行传16章，保罗和他的助手希拉，他们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当中，手上被绑起来，连脚上呢，好，他们圣经说叫了木狗，好，就是把脚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只能够用一个坐在地上也不能够躺的动作呢，好，手被链着，脚被困着。可是他们在夜间做什么？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主荣耀的他们就在那边开始赞美神。好，他们就在夜里面呢赞美神，因为保罗呢，好，他一定是领受上帝的话，所以当他们一直赞美呢，赞美到最后呢，地就震动了。监牢的门就打开了，那个监狱当中其他的犯人呢，通通都跑光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离开，因为他连那个锁链都断开了。可是呢，他们呢却留下来，让那个狱卒、警卫的全家呢都受洗。第3个呢，在圣经当中就有一个哈巴谷书3章17到18节，他说：虽然这个。没有了牛，好，园里的也没有了羊，好，葡萄树也不结，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本来哈巴谷呢，他是一个非常心情的低落，他看见说，他们虽然有罪，可是呢，好，他们还是一个上帝的子民。可是上帝居然用这些的恶人，好，用这些的恶霸权，好，来欺负我们，好，他看不下去啊，神啊，好，你到底要等到几时呢？可是神让他好有一个 ego eimi， 让他瞬间呢，哈巴谷最后的第3章，他是用赞美来结束。一开始他是很生气的，可是最后他是赞美来结束。所以我又请 AI 帮我把这3个故事：牧羊人遇见天使，保罗希拉半夜赞美神，还有呢这个哈巴谷好他的信心的宣告呢，画成一张图。他就帮我画出来，好，长这个样子，好，就是牧羊人，或是呢保罗和希拉，或是呢你虽然好没有葡萄树，没有无花果树，可是还要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这是因为你的信心被突破了，你的信心呢把那个恐惧，把那个害怕怎样吃掉了，把它吞吃掉了，所以就算我们有这个恶性肿瘤，就算我们有生病，但是你要跟神求信心，能够把那个恐惧、害怕吞吃进去。耶稣在水面上说：“我是好，我是好。”虽然圣经是翻是我，不过它的原文是我是，不要怕。耶稣在告诉他们：“好，是我了，好是我。”所以他们一听见耶稣的话呢，顿时之间，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不见了。所以在黑夜之中、风浪之中，我们都会说：“啊，主啊，你在哪里啊？
耶稣啊，你在哪里啊？赶快出来救我！请问，聪明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耶稣在哪里？在哪里？你在黑夜、在风浪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对，为什么耶稣会在你的心中呢？为什么？不是因为你有十字架，也不是因为你是迦南教会的会友，也不是因为你有受洗，而是因为你有读了什么？耶稣的话，你有读了今天7个我是，你知道这都是耶稣的自我的宣告、自我的启示，所以你会在危机当中，你会看见转机，而这转机呢，就会变成神机哦。其实呢，回去圣经看，黑夜风浪之中，耶稣在哪里？耶稣他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5饼2鱼神迹后，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马可福音5饼2鱼的神迹后，耶稣往山上去祷告。约翰福音5饼2鱼的神迹后，耶稣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把马太、马可2个都加起来，一个人去山上祷告。换句话说，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他的门徒们摇橹不顺，在海上很辛苦，所以耶稣就停下他的祷告，他就去到海上，到这艘船的旁边，要与他们在一起。所以，当你人生遇到风浪，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只要你是跟从耶稣，跟随耶稣，就算你看不见耶稣，找不到耶稣，耶稣也会来找你。就算耶稣不是像以前这样出现在他们的旁边，怎么出现呢？耶稣像是一个鬼魂这样子的出现，但是你会看到他是世上的光，你会看到他是生命的粮，你会看到他是真葡萄树，你会看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就知道耶稣来了，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的人生的危机，现在耶稣来了，就要变成什么机？转机。当耶稣开始转机之后，最后这个机就变成什么机？肯德基，变成神机。你的危机就会变成神机哦。在我们听完这个信息之后，我要邀请大家，如果你有小组的分享，你可以来分享你有没有这个靠自己划船摇橹甚苦的经验。在黑夜之中，在风浪之中，你已经很努力了我就是想要考个大学，我已经用功了3年，我要准备考高中会考，我也用功了3年，但是要告诉你，你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是 ego eimi 神与你的同在更是关键。当你能够知道有神与你同在，虽然你可能在考试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突贼了，你可能觉得自己在准备念书的工作的部分、报告部分，哎呀，我可以再加一个怎样更好。但是不用害怕，不用担心，因为耶稣会有他的旨意。而今天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听见耶稣对你说：“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呢？”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这次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你可以找一个同伴吗？就是为他祷告，说主耶稣在你的船上，他要带领你到达目的地，好不好？我们2个或是3个，没确定每一个人都能够祷告。我们来为旁边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为义成来祷告。你要在义成来祷告，你要在义成的身上来同在，也要在他的船上带领帮助他。让他不是靠自己，而是能够靠神。耶稣要带领他能够快速的通过困难到达目的地，奉耶稣的名，阿们。耶稣走在海面上，他在山上祷告，我们也在这里祷告。耶稣要听我们的祷告，无论你的风浪有多大，
你的夜晚有多黑，耶稣他说：“我就是，我要与你同在，我要帮助你，是我，不要怕，要相信，不要怕。”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因为神你的话吸引我们、招聚我们。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邀请耶稣你的话、你的真理永远住在我们的心中。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无论挑战如何，不论夜晚有多黑，风浪有多大，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害怕。有耶稣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恐惧。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耶稣，我们要来爱他，要来渴慕他，要来亲近他。耶稣向你走来，而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你的心门来欢迎他，来敬拜他。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是的，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在风浪中，我们要想起你的话，要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
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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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耶稣，谢谢你在山上祷告的时候，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需要。你从天上看见我们在地上，我们如何的摇橹甚苦，划桨不顺。我们的人生遇到了瓶颈，前面有个大石头，或是我们掉在坑洞里面，主耶稣你都看见，你也都知道。但是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的心就平安，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我们在死荫幽谷当中，你使我们得着安息，使我们得着平安。主耶稣，请你来，愿你的话住在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帮助我们。即便我们现在过得很平顺，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平安，但是不代表我们的人生不会遇到爆胎，不会遇到风浪，不会遇到黑夜。求主帮助我们，在风浪之中能够牢牢记住你的话，在黑夜之中能够用你的话来宣告，使我们能够胜过恐惧，胜过担忧。亲爱的天父上帝，这个时候我要为在我们当中心里面有恐慌、有担忧、有忧郁、有惧怕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捆绑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心中的害怕，奉耶稣的名来斥责这一切的恐慌，这些的担忧要离开他们的心中，奉耶稣的名来斥责这一切的风浪都要平息，黑夜都要退去，都要离开，因为耶稣的话住在他们的心里，耶稣的道要成就成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知道听见 Ego and me， 我就是主同在，耶稣正与他们同在。谢谢爱我们的耶稣，谢谢爱我们的主，愿你的话语带给我们信心，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安慰，让我们能够活出突破信心的人生，让我们能够快速的通过黑夜，快速的通过风浪，让我们能够快速的抵达下一个目的地，让我们能够继续准备好往人生的道路来前进。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现在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奉献，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们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珍贵心意，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们在主你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信心，让我们不再恐惧，不再惧怕。主啊，今天我们将时间、金钱、才能全都为你所用。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来他的面前宣告，我们要继续跟随他，要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好，可以一起用跟着跳舞哦。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上瘾羔羊的神。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再一次，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被掳的灵魂的释放，被参与羔羊的神。主啊，求你恩膏我，在我传扬福音的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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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开场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进入我们心，已经把所有的害怕、所有的恐惧、所有的疾病、所有的恶性肿瘤，通通都除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充满与帮助，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有突破的信心，能够与主同行在海面上，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门！请坐。喂，好，现在是报告的时间，然后现在欢迎新朋友。今天有新朋友在我们中间吗？没有，都是旧朋友。那我们大家站起来，跟身边的、旁边的人请安，说你好，你好，平安，你好，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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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好，请回座，请回座。没有新朋友。好，哇，这个字很黑哦。60周年特刊，
对，尚未领取的会员，请于礼拜后，或者是明天礼拜后到1楼干事室去领取，然后每户1本，3月底会截止。那吉屋在会友也可以购买，每本是500元的。然后本主日3月22号下午1点，在401教室召开第424次的长执会，然后请预备心准时出席。再来是，一样是本主日3月22号的爱餐暂停，但是一样有小组，那就请午餐请自理这样。然后再来4月中到5月底会是教会的年度大扫除，就是请各区长在4月5号前向丁俊伟执事登记打扫时间，然后那个打扫的楼层分配表在周报的第2页，报告的第2页那边有，就是每一个区每个小组的分配的楼层跟地方这样。好，再来是那个请款同工的研习，也是本主日3月22号12点半在402教室，那就是要举行这个请款的同工研习。好，然后在下周日3月29号会举行清明追思礼拜，然后要保留继续追思故人的会友，请至1楼的中岛去签名。然后如果要新增的，请填写追思卡，然后交给干事，然后本主日会截止。然后再来是下礼拜3月25号礼拜3的敬拜赞美训练，所以祷告会暂停一次。然后没有，敬拜赞美训练跟祷告会都暂停，因为会安排讲师要安排检查这样。好，再来是松大讲座的报告。3月25号礼拜3是早上10点半到中午12点，有松大讲座，然后主题是聆听与正向沟通，让你我靠近。讲师是曹彬颖老师。然后松年团契在5月8号礼拜5会举办一日游，行程请见电梯的布告栏，限额80名，额满为止。然后这个生日助学金的收件在本主日会截止，所以还没有缴交的要尽快。然后本主日12点20分在602会召开602教室会召开生日助学金的审查会，然后请委员按指出。然后阿嘎培儿童牧区将于4月12号礼拜天在龙潭的老贝壳休闲农场会举办户外礼拜跟亲子一日游，然后会有活动、吃的游戏各式各样的，还会有那个控窑，对。然后如果想要去参加的，在周报的第8页有那个报名表。好，下礼拜是我们的敬拜之夜，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敬拜特别的动感？就是我们下礼拜会更加的动感，然后更加的好玩，更加的感动，对，也有动感，对。然后3月28号礼拜6一样在这边，就是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礼拜的方式，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带朋友一起来参加。然后是6点就开始进场，6点半敬拜开始，所以跟平常的聚会时间不一样，稍微提早一点，要再注意一下。好，然后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新竹中会的北一区4月3号礼拜5晚上7点半，在49号2楼礼拜堂举办，欢迎兄姐来参加。好，青年牧区社青小组谢玉萍姐妹已于3月16号礼拜与李嘉玲先生登记结婚，愿神赐福满满在这对新人，大家掌声鼓励鼓励。好，这个就是敬拜之夜的那个宣传图。有人想要上来发表一下？没有吗？有影片哦。好，关灯。让我苏醒，
所以邀请大家就是睡饱吃饱啊，再来好好的敬拜啊，不要来这边开始来这边睡，而是我们真的能够来这边敬拜神。好，那我们的敬拜团他们也会来预备这些的诗歌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敬拜当中，好，更多的去经历神，也能够更多的去遇见神。好，所以呢，这个下个礼拜6是6点进行6点半来开始，可以用这些的诗歌、这些音乐信息，来分享，更多的经历。OK 吗？不行的话，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聚会了。好，我们听到这些音乐就可以了。好。我们这个同工们给他们拍手鼓励一下，好，谢谢你们的服侍。好，那么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来结束。好，那么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还有没有报告？还有吗？还有，后面还有报告？应该还有。后面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好，没有了。好，忘记自我介绍，我是允琪，谢谢大家听我的报告。好，那我们彼此请安，然后我们今天的小组。